大家好，我係 Olivia， 今日想同大家一齊用5分鐘嘅時間做一個簡單嘅呼吸放鬆練習。過程當中都鼓勵大家跟翻自己一個舒服嘅節奏就可以啦。咁其實當我哋嘅呼吸慢慢可以變翻順啲嘅時候身體嘅繃緊都會容易啲放鬆落嚟。我哋平時行路或者活動嘅時候都會感覺輕鬆好多嘅。咁接落嚟嘅時間，你可以選擇瞓低或者坐喺凳上邊做都可以嘅。如果準備好嘅話我哋就慢慢開始啦。咁當你揀好咗舒適嘅姿勢我哋就可以將視線放輕或者慢慢合埋雙眼，都會容易啲將我哋嘅注意力留移翻喺自己身體上邊。咁都邀請大家喺開始之前我哋先去觀察下、感覺一下自己而家身體嘅狀態，由你嘅頭去到腳。身體各個部分有冇啲乜嘢特別嘅感覺？有冇邊啲位置可能而家覺得會比較繃緊啲或者攰啲嘅？我哋都試下透過接落嚟嘅呼吸練習，幫助自己放鬆翻。咁你可以將你兩個手都放喺我哋肚臍嘅兩邊肋骨嘅底下，感覺一下自己隨住每一次嘅吸氣同埋呼氣，肚皮會脹起，肚皮都會慢慢收縮。咁我哋準備好嘅話我哋一齊試下吸氣嘅時候，感覺肚皮脹起，鼻或者口呼氣，感覺肚皮收縮。吸氣脹起，呼氣收縮。吸氣，呼氣。繼續你自己自然嘅節奏，喺過程當中可以留意下自己而家肚皮嘅起伏，或者身體有冇其他位置有一個喐動，讓我哋嘅呼吸係好自然地一呼一吸，順住自己一個最舒服嘅節奏去發生。我哋甚至唔需要刻意去調整，淨係跟翻你今天自己嘅狀態去做就可以啦。透過慢慢嘅練習會容易啲感覺到肚皮佢嘅起伏會透過你每一次呼吸變得更加明顯。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吸氣好似吹脹個氣球一樣，呼氣嘅時候呢個肚皮又會收翻入去，個氣球就會收翻細。用呢一個方法我哋繼續一齊做多3個深呼吸。吸氣脹起，呼氣放鬆。吸氣脹起，呼氣放鬆。吸氣脹起，呼氣放鬆。慢慢回復返去你一個自然嘅呼吸節奏。接住落嚟想同大家去數下你嘅吸氣同埋呼氣。咁我哋先會用短啲嘅節奏去做，慢慢我哋將你嘅吸或者我哋嘅呼都再試下加翻長一啲。咁開頭我哋就簡單少少，我會幫大家數3下，平均地去吸氣，3下平均地去呼晒出嚟。咁記得我哋呢個吸同埋呼都會係一個連貫嘅，跟住個節奏去做嘅。咁我哋準備好嘅話手可以喺肚皮或者你放鬆手都可以。咁而家我哋試下先呼晒啲氣出嚟先。而家重新吸氣1、2、3，呼3、2、1，吸1、2、3，呼3、2、1，吸1、2、3，呼3、2、1，吸1、2、3、4，呼4、3、2、1，吸1、2、3、4，呼4、3、2、1，最後一次1、2、3、4，呼4、3、
2、1，自然嘅呼吸節奏。慢慢感覺下而家呢一刻我哋呼吸嘅深度或者順暢度，同我哋啱啱開始練習嘅時候有冇一啲唔一樣嘅地方，定還是你可能都係覺得差唔多呢？以一個不帶批判嘅方式去觀察自己每一次嘅練習，每一次嘅狀態。慢慢呢，我哋可以將頭輕輕垂低，亦都可以一路合眼眨眼呢，一路將眼睛慢慢打翻開。今日多謝晒大家嘅參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